香港膠佬有福啦 ！PDD 最近好價高達，居然可以直接送到香港㗎，最緊要係免郵，免郵，免郵！新用戶仲有94蚊港紙嘅券包可以攞添。等我同你哋分享下，我入手嘅幾款真係抵到爛。第一個真係癲咗，我一次過買咗2個 MB 強集高達10週年版，佢嘅配件包多到唔使講，以前炒到成18張水嘅價，而家 PDD 券後先至唔使10張，加埋個背包，擺喺櫃面絕對 C 位出道，成品黨真係冇得輸。第二個 MGK 版機械透明牛高達，呢部係25年超請手嘅機體，全身透明機械外甲設計，無論你係中意不塗骨架，定係中意噴塗外甲嘅膠佬，呢部都係改造必備。而家多多包郵送到屋企，券後先至5張，抵唔抵？重點來啦！香港嘅朋友而家都可以同我哋一樣，幾日就到手，落單揀集運，自提點或者自提舉就得，一單都夠晒免郵。無論高達定模型，快啲衝啦！真係膠佬福音。第三個 MBC 高達，好多人話佢塊面方方正正，但係完全唔影響我中意佢，畢竟係成品，加埋個背包擺櫃，真係正到爆。而家 PDD 券後先至17張，仲要係正品，仲免郵。最後一個國母之光復仇女神，香港膠佬而家都買到我哋自己嘅模型啦，券後唔使3張。個外包裝大到誇張，差唔多有普通 PG 咁大，但係無論尺寸幾多，全部免郵送到家。砌好之後高度差唔多30厘米，仲係上年嘅熱門機甲添。香港嘅朋友仔，呢波羊毛唔好走寶啊，快啲去試下啦！